婚害防治法新法施行要一冬啊，有民团检讨各件事的新法施行7大重点，认为其中有4项是无做甲到，而且根据2021年的调查，有要到8万的青少年咧食电子烟，目前这数字恐惊是搁较济啊。政府应该严格来执法，保障青少年的健康。年轻人要健康，年轻人要健康，才有健康台湾。才有健康台湾。大声话口号爱政府大抗议，因为婚害防治法新法日实施满周年，台湾拒婚联盟检视各件事，去年公布的婚害防治新法7大重点实施的效果认为，伫全面禁止电子烟、婚后警示图文面积增加50%的执行，3项拢有待加强。婚袂使使用公告禁用的添加物，扩大室内外公共禁烟场所，加重伊的罚则，这4项拢无合格。放了上面的一个广告，这完整的图、完整的销售在上面，在进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社群，那很多是私密的社群。抽了电子烟或者是加热烟这类的烟品之后呢，他又会同时去抽纸烟，这叫做双重使用者。所以其实很多的成瘾性的物质都有这种多重滥用的情况。家长团体认为，各件事112年的青少年食烟行为调查推算，超过7.9万的青少年长期使用电子烟，超过1.6万的青少年长期使用加热烟，反而即卖状况更加严重。孩子们会因为他不懂。酷炫学习，他想要仿效同学，而且网络资讯来得很快，他们其实怎么购买，都还是有一些管道。变50%，所以也不是一个健康台湾的倾向。最后，我们要呼吁一点，烟商的动作为什么始终都比政府快呢？虽然台湾的烟的容器警示图文面积占比为35%增加到50%，全球的排名嘛进步12名。不过，台湾拒烟联盟是呼吁政府严格执法，烟害防治才会当真正落实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才会当得到保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